今日係第8日口播，今日係休息日，因為聽日星期日要去加班拍活動。咁有個特別嘅消息就係琴日通知咗我台灣嗰個比賽申請成功啦。咁所以今日就開始訓練，呢個就係我嘅教練，我嘅細仔凡凡，佢已經係運動員啦。佢今個月底就有比賽，我嗰個係5月底嘅比賽，所以我要向佢學習。5月1號，咁我而家嘅成績呢就係50米59秒，唔係50米係幾多？50米係51秒，100米係1分59秒。咁我希望喺今個月底提升到嘅成績呢就係50米45秒，係咪？1分100米嘅蛙泳係1分50秒，1分45秒都46啦，都好難嘅。但係我覺得我練咗跳法同埋足壁轉身，應該有機會。加油！開始啦！開始了，開始了已經，下一點。